每当4月2日第9日，环保团体拢会甲总统见面。今仔早起10点环保团体是先伫总统府头前开记者会，表示讲因会针对飞核家园、焚化炉个细节等议题，当面来向赖总统提出建议。还运奋起，在地行动。 在地行动。摕到布条，款团代表一早离总统府头前集合，准备下早10点要甲总统赖清德进行一年一度422第9日见面。并对于最近在野党立委提案修法，要互核电厂延役，款团代表认为行政部门应该勇敢来拒绝。呼吁行政部门对于立法院的不当修法。 表达反对。本色问题，款团嘛表达，包括新建焚化炉掩埋场不应该得到补贴奖励。建议应该要排除焚化炉跟掩埋场哦，避免造成2次的污染。面对已经通过环评的协和电厂改建案，款团嘛继续来呼吁政府要注意国安问题。他就应该要邀请国防部提出更具体的评估，因为会涉及下一个阶段北台湾的军事安全。 动保团体冇出席，动团代表呼吁，离台南市长任内，动保成绩良好的赖总统会当重视流浪狗的问题，是明确制定游荡犬逐年下降的 KPI， 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台湾目前还有14多万只的流浪狗。 连续22年甲总统来见面，款团离结束记者会了后，马上转往总统府，嘛估计要离结束会面了后，中昼左右，搁一届对外说明。公司新闻林正伟、裴耀祖台北报道。